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咁最近咧新聞就出咗好多單嘅大嘢啦，咁主要咧都係同詐騙有關嘅。咁其中一單咧就係太子集團嘅陳志，咁原來咧佢係喺呢個嘅柬埔寨嘅詐騙主腦嚟嘅。咁今年就俾英美兩國聯手啦，一齊打擊呢一個跨國詐騙同埋洗黑錢嘅集團，沒收咗140億美元嘅比特幣。咁另一單咧就係本地嘅，就係林作因為 JPEX 呢一個嘅加密貨幣平台啦而再次被捕。咁前後啦都相隔咗2年嘅啦。咁雖然咧林作單嘢咧同陳志比咧就真係小巫見大巫，但係八字裏邊咧就唔分大小巫嘅。咁出現唔理想嘅組合咧，咁人生自然咧就會出晒事噶啦。所以今集咧我哋又嚟一齊去對比一下2025年佢哋嘅八字組合啦，有冇一啲嘅共通之處？如果中意我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陳志嘅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命盤係丁卯年、壬子月、己亥日，時辰係唔知嘅。而家行緊嘅係戊申大運、乙巳流年。咁同之前一樣啦。咁我哋見到一個八字，我哋要做嘅嘢呢，就係先分析一下原局裏邊嘅組合。原局八字裏邊呢，主要見到嘅顏色就係藍色同埋綠色。所以我哋知道水同埋木呢兩個五行呢係比較上旺嘅，而佢哋兩者分別係代表住財星同埋官煞星。現實世界就係金錢、名譽同埋資產。咁單就係咁樣睇嘅話啦，咁八字呢係唔錯嘅，係屬於有錢有地位嘅人。咁記住啊，唔係用新強弱嘅方式去睇。如果唔明白我喺度講緊啲乜嘢嘅話呢，麻煩大家睇一睇我 YouTube 上面嘅首頁影片。我哋翻嚟陳志呢個八字先。咁除咗啦需要了解較多嘅五行之外呢，缺少嘅五行我哋其實都要睇嘅。八字裏邊所缺嘅五行會係金、土同埋火。呢三個五行嘅比率咧係比較上少嘅。咁分別咧，金係食傷星啦，代表住佢嘅想法、計劃又或者係下屬。咁土咧就係比劫星，代表住佢嘅同輩又或者係合作伙伴。咁火咧係佢嘅印星，代表住佢嘅內心感受。我哋睇到原局有啲五行缺咗，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即時做一個嘅論斷嘅。我哋需要再睇一睇嗰個嘅大運。咁樣我哋拎到嘅信息咧就會更加多。由佢13歲嗰個大運開始，係行金嘅季節嘅運勢，即係金呢一個係食傷星，一啲都唔會缺嘅。但因為咧原局係冇而大運有嘅話咧，所以喺大運嘅食傷星咧就會成為嗰一個嘅核心位置啦。原局加大運有食傷星、有財星、有官煞星，即係食傷生財，財生官。整體嚟講啦，係一個唔錯嘅局嚟嘅，即係想法能夠實行，而且能夠獲得成果所走嘅方向。可惜去唔到印嗰個位置，如果有呢，就可以達到殺印相生。知道佢人生所行嘅方向之後呢，就研究一下今年點解會出事先。而家行緊嘅係戊申大運，申係全局嘅核心食傷位置，而食傷呢，正係代表住佢嘅思考同埋行動能力。如果受損嘅話呢，就會出現一啲嘅麻煩啦。今年2025年係乙巳流年。乙木係七煞，代表住權力、地位同埋資產；而巳係印星，代表住公司。當我哋要理解天干地支嘅話呢，就要喺佢哋中間加個 S 喺度，整條柱去理解呢，就會係公司嘅資產啦。然後我哋同之前一樣啦，將流年太歲放入去原局每一個地支裏邊。巳同申有六合嘅關係，巳同卯係冇關係，巳同子係冇關係，
巳同亥有沖嘅關係。將太歲放入去原局每一個地支之後啦，我哋會發現冇一個地支好似出現刑亥嘅狀態喎。咁呢一刻啦，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喎，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大件事呢？而其實巳同申之間呢，係出咗一啲嘅問題喺度，我稱之為異變之象，即係火克金融金之象。最終受損嗰個位置呢，就係辛金呢一個位啦。我哋知道2025年呢，問題嘅位置在於大運辛金呢個位，辛金出現異象嘅問題，而辛金呢係代表住食傷星，亦都係我先前同大家講核心嘅位置，所以想法同埋行動力呢係會受損嘅，問題係嚴重嘅。原因呢係因為辛金淨係得一個，咁你可能會問啦，就係一個字就令到成個局出咁大問題？咁當然唔係啦，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天干先，係唔係有丁壬合木呢一個嘅組合存在啊？當丁壬合變成木嘅話呢，壬同埋丁咧，其實就化走咗啦。咁財星同埋印星都冇咗，咁剩翻嘅就係乙木，而乙木咧就係官殺星啦。呢一個正正就係所謂嘅七殺攻身，所以夾埋地支出事嘅話咧就好大鑊。所以今年2025年啦，美國司法部咧就指控陳志喺柬埔寨策劃詐騙，咁最終咧就沒收咗價值超過140億美元嘅比特幣。咁睇完大模啦，咁我哋又嚟睇一睇小模啦。咁林作嘅八字咧就唔係第一次拆噶啦，咁我哋就再嚟重溫一下。咁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佢嘅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八字盤係己字年、丙子月、丁字日，時辰係唔知嘅。而家行緊嘅係壬申大運、乙巳流年。其實2年前呢，就已經拍咗2段片係關於林作嘅，分別係2023年6月同埋2023年8月。咁2年前呢，其實已經斷言咗2025年呢，佢呢其實係會踏入人生嘅谷底。咁我哋就一齊去重溫一下當時係點樣睇得出問題點係喺2025年度發生嘅。畫面上嘅係林作嘅八字原局同埋大運流年。咁我哋就將呢一個嘅流年太歲啦放入大運同埋原局裏邊，巳同埋申有六合嘅關係，巳同巳係一樣嘅，巳同子係冇關係，巳同巳係一樣嘅，巳同埋申其實有六合嘅象，同樣啦佢係融金之象，配象嘅形態咧係負面嘅，咁同樣受損嘅位置咧係大運嘅唯一一個嘅金。組合上係咪好似阿陳志咁呢？天干其實又有啲似喎，天干有丁壬合木嘅組合。當出現呢一個組合之後啦，丁火就會變成木啦。因為丁壬合木，即係我經常講阿強上咗架的士。咁如果咧呢個情況出現嘅話呢，所有嘅十神就會出現好大嘅轉變啦。即係我哋需要用木呢個主體去睇佢。巳係食傷星，因為木生火嘅關係啦。申係官殺星，因為係金去克木啊嘛。食傷星自火，令到辛金呢個官殺受損嘅話呢，咁就係所謂嘅傷官見官，為禍百般啦。所以2025年瀨嘢嘅話呢，就梗噶啦。以自論自嘅方式去睇啦，咁2025年呢，負面嘅信息太多啦。咁2024年呢，有冇做好計劃，做一個嘅軟着陸呢？咁我就唔係好清楚。咁一般呢，就入咗個時空嗰個局裏邊呢，就好難走得出嚟噶啦。咁八字裏邊寫到明，我講埋出嚟都瀨嘢，咁都真係冇辦法嘅。如果繼續數耐幾年呢，2026、2027、2028呢，其實個整體嗰個運勢呢，其實都係下行嘅象嚟嘅。咁2027啦，咁又嚟一個痛擊噶咯喎。其實
咁嗰一年會唔會永遠喺個熒幕上面消失呢？呢個人咁啊，我哋買定包花生啊，去睇下點啦。如果大家想好似我咁犀利，可以預先睇到自己又或者人哋未來邊一年出事嘅話呢，同時又想有系統咁樣學習同埋拆解八字嘅話呢，歡迎瀏覽以下網站，獲得最新嘅開課詳情。今次呢個視頻到呢一度，如果中意我今集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。之後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玄學上面嘅知識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